今日屏东县举办真侪活动来陪伴囡仔，咱来看恒春国小因着设计以民谣戏剧来学台语的课程哦。除着这位潮汕国小毛舞蹈，阁有制作客家狮头的课语的课程，咱做回来看卖。真好听，我决定带你来国小参加比赛。用黏土做人物，看起来真古锥。恒春国小学生囡仔发挥创意，制作这出动画，讲过钦甲恒春南门的故事。这是旧年秀热囡仔的作品。今年学校要用恒春在地歌谣戏剧为主题，带囡仔实际参访参加比赛，让囡仔唔但了解家乡的文化，可以当用台语记录落来。恒春半岛这个环境，这个社区的熟悉。鼓励学生家己看到的物件，变成一个故事，去介绍恒春给大家熟悉。唔那恒春的囡仔，哪算哪学台语，潮州的潮汕国小囡仔展现客家的舞蹈甲歌谣，因阁亲手用黏土制作客家狮头，这也是学校今年秀热的夏日落下的计划。教育部部长杂志也落南参观囡仔的学习成果。能够透过语言的方式，能够有一些跟父母亲或者跟祖母、阿公、阿嬷，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亲子之间的互动，包括语言的，把这个文化跟语言能够持续的、永续的，能够传播下去。教育部推动的夏日落学，希望学校设计在地课程。今年申请的学校有1307间，除了本土语言课，阁有英文、科学等等的主题。其中，屏东吹沙的台语、客语甲原住民语的课程拢较有特色，让囡仔会当认同家乡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，屏东报道。